恭喜晒你哋攞到合唱組嘅冠軍啊！請問你哋有咩感想啊？我覺得好開心啦！參加咗3年，今年終於都可以攞冠軍，真係非常之高興同埋開心啊！我都好榮幸可以獲得今年合唱組嘅冠軍。咁我哋都要多謝我哋嘅音樂老師 Miss Yim， 多謝 Miss Yim 幫我哋鋪排咗呢個嘅和音啦，令到我哋首歌可以咁完整，同埋舉辦呢一個活動俾我哋參加。係啊，我哋每次都同佢訓練到好晏，真係好多謝佢。明明我8分，現今只有4分，互相的真係早晚也定會發生。要是我盲目與別人去競爭，感情原來其實已相爭。明明有4分，正正只有2分，自己的幸福我有自信心。分開了，分開了，分開能回復速嗎？不需廉價的熱賣。郭正勤同學，請問你攞獨唱組嘅冠軍有咩感受啊？當然非常開心啦，因為初賽到而家都努力咗好多，都好辛苦，但係都多謝老師同埋同學，尤其是係嚴老師，因為佢俾咗好多寶貴嘅意見我，先可以令到我有咁好嘅狀態比賽攞到冠軍，多謝。你哋有冇一啲咩説話去鼓勵一班即係想追夢嘅同學仔，或者係中意唱歌啲同學仔？想講就係即係好似頭先登勤講啦，就係想做就唔好諗咁多，就即刻去做。因為當年都係即係膽粗粗咁參加歌唱比賽，學校歌唱比賽，嗰陣時係贏唔到嘅，即係去到最尾，去到畢業都贏唔到。咁但係就 discover 到自己係中意唱歌咯。咁所以之後先會輾轉再參加其他嘅比賽，咁先嚟到呢度咁樣。同埋機會係唔係好多嘅？你而家得呢幾年喺學校，你冇第時冇機會再參加學校升 con， 所以你而家想做就去做咯。係。我覺得唔好怕，唔好咁容易俾朋輩去影響到你哋咯。因為佢哋有一啲人可能係真係會覺得，唉，你咁樣你唔好啦咁樣嘅，但係唔緊要嘅。OK， 去咗做之後，你就會發覺佢哋會全部收聲嘅。同埋都唔一定係唱歌，你中意做你中意做嘅嘢，但係即係唔好淨係局限，一定要唱歌咯，係啦。我嘅金句就係人生苦短，唔好後悔，咁啊做咗先算，開心就最緊要。耶！超老。唱得好唔好都好啦，總之咧參加咗之後咧，會有一個人生好寶貴嘅經驗。现在。